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天灾。美国药厂 Moderna 开发武汉肺炎疫苗有94.5%的防护力，台湾上紧伫明年中就能摕到1500万人预防针。全球巡回演出的歌音乐剧歌剧魅影，经过14天的检疫2摆检确定19就要准时开演了。嘉义有一位查甫民众伫病院去互慢吹气慢20起，后来肺炎死亡，敢是慢吹气所引起的？目前正在调查。新闻一开始来讲一个好消息，也就是武汉肺炎疫苗有好消息咯。美国有一间生技公司获得 Moderna， 16宣布讲因的疫苗有94.5%的防护力。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Tedros 说讲，敢若靠预防剂是无法度甲疫情压落来。美国生技公司莫德纳16表示，根据疫苗后期临床实验的数据，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护力会当达到94.5%，超过进前发表的防护力有9%的辉瑞疫苗。I had a very slightly sore arm after each injection, much like I would get from a standard flu shot. Over and above that, I've had no ill effects, and it didn't really feel like anything at all had happened. 莫德纳嘛是伫咧辉瑞了后，最近第2间疫苗实验传出好消息的公司。Our vaccine, mRNA-1273, is able to prevent COVID-19 disease, including severe disease in people who've received it. It's really just a milestone, though, but we still need to complete the regulatory process, which involves completing the study and generating more data, even some follow-up and safety data. We hope to have about 20 million doses of the vaccin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by the end of the calendar year.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about 500 million to 1 billion doses next year. But that is going to be a 24/7 operation. 后面已经预告的采购4.05亿剂，英国500万剂。世界卫生组织对莫德纳疫苗嘛表示真欢迎，不过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东港嘛警告，干那靠疫苗嘛无法度结束大流行。A laissez-faire attitude to the virus, not using the full range of tools available, leads to death, suffering, and hurts livelihoods and economies. This is not the time for complacency. While we continue to receive encouraging news about COVID-19 vaccines, 辉瑞进前发表疫苗必须保存伫咧摄氏-75度，莫德纳是毋免保存伫咧极温，摄氏-20度会当保存6个月，若是放一般的冰箱，嘛会当保存1个月，运输配送是较有利。莫德纳的实验是伫咧美国拯救3万的受试者，一半注2剂疫苗，前后是让4礼拜，另外一半是注安慰剂。伫咧观察期间，95个受试者是得到新冠肺炎的人，其中注疫苗的人敢若5个，其他90个拢是注安慰剂。当前患者11个人全部拢是安慰剂迄组，这款的结果嘛显示讲疫苗是有效的，而且会当预防重症。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宗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一位是对印尼，一位是对缅甸入来的，这2位拢是台湾的民众。另外，美国的药厂 Moderna 因所开发的武汉肺炎疫苗，指挥中心表示讲会用各种管道去买疫苗，上紧伫明年6月就当摕到1500万吨，通好互民众来注这款的预防剂。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各增加2例境外移入病例，拢是本国籍男性。605例今年3月到缅甸交做9月初出现爱困发烧、鼻无味等症状，伫当地看病确诊新冠肺炎，但症状较好9月下旬。该度隔离，个案11月初8登来台湾时有通知病史，并且捌伫当地接触过。定伫咱国确诊的501甲505例，验过机场检验是阴性，后来伫厝检疫期间加速加重，再次采检才确诊。606例是因为工作，今年9月前往印尼，11月初9出现烧、食无味、发烧等症状，家己食药啊无看病。个案11月15登来台湾的时阵，有3天内回程抗体检验阴性报告，并且主动通知有症状，而且捌接触过确诊者，机场采检了后才确诊。它就是验 IgG 跟 IgM。我们要的其实所谓的3天内阴性证明，指的是3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好，所以它提供的并不是我们要的。
另外，继续飞随药厂美国生技公司莫德纳也宣布，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有重大进展。因为莫德纳疫苗目前并无伫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处置机制 COVAX 第一波候选名单。对此，指挥中心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苗拢也咧临床试验阶段，也无可能只干那买单一疫苗。咱国疫苗采购预算已经变咧115.5亿，以每剂700块来量算，有计买1500万剂。有讲明年6月前，有希望和民众注到国际疫苗。目前正在洽购啦，那就是如果应该是说年终之前应该有望可以达到啦。我们大概任何的厂商我们都有在接洽，那我想能够有一些好的疫苗能够出来，这是对整个我想对于全球世界大家都是一件好事情。指挥中心强调，国际疫苗计数只是大约估计，也可能买到计数较低，都会当掠长补底。自费疫苗部分也在研究可行性。另外，国产疫苗部分，因为今年12月才要开始进入第2期临床试验，可能要等到明年后半年才有机会量产上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一个世界巡回演出超过34年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受到疫情影响停止演出。不过台湾却无变作是无演签到一支的国家。全班男女演员经过14天的隔离，2摆体检，对19开始隆重有22场的表演，伫咧听候观众朋友。好，谢谢。结束14天隔离，第2摆体检全部阴性。歌剧《魅影》主要演员一出关，就赶紧向台湾观众预告，22场音乐剧要为19开始。因讲隔离时有运动，而且控制饮食，搁细心练唱，维持上好的状态。I'm so excited, and we've only been out of quarantine one day, and I had rehearsals this morning, but Matt and I went out last night and kind of walked around, and it's beautiful. I'm a bit disappointed. I'm used to being the only one in the theatre wearing a mask. But I appreciate it when I do see it, because it shows that the audience cares as much about preventing this. 男主角陈大春公孙笑表示，演魅影是全场唯一挂面卡的人，暗过落见观众拢挂喙暗欣赏。对全球巡演停止，台湾正做唯一演出的国家导演表示，虽然彩排只有2天，暗过已经准备好啊。The only challenge for us, of course, is that we're playing in an arena here, as opposed to theatre venues that we've been playing in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Spoken to all the department, tell me it sounds fantastic, and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ready. 这摆剧场的厝顶电火、甲道具、甲300外件戏服、200外件的装饰，拢全部海运来台湾，原接完毕。Candles here are built into the floor. We have machinery that pushes them up for the scene and then retracts them back down into these little flaps here. 导演表示，为到回到准备演出，大家拢照台湾防疫规定，因为全球剧团差不多拢咧失业，台湾也有演出的机会，爱珍惜甲感恩。记者综合报道。现主是甲观众朋友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根据着国家搜救中心拄则表示讲，国防部一只 F-16战机伫花莲外海雷达光点却熊熊失踪消失去啊！目前海空搜救正在搜救当中。国防部通报一只 F-16战机伫暗时训练的时阵，对暗时6点过5分伫咧花莲起飞，6点17分雷达光点却熊熊失踪去啊！国防部派乌鹰搜救当中，已经通知海巡署出勤空勤搜救机当咧台铃，也请渔业电台、基隆海岸附近的电台来到公布，也请附近的船只到找找 F-16战机。讲到 APEC 年度部长会议伫16暗时开始，台湾代表的政务委员郑振中甲国发会主委姜明钦伫这个会中分享到台湾抗疫表现甲经济成果。APEC 也发表部长联合声明，会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整合甲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但是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也讲到，希望台美经济对话会当促成台美 BTA 和台美的经济关系更较有进展。Urgent views regarding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deepe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pursui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PEC 年度部长会议台北时间16暗登场，17透早结束了后，发表部长联合声明，以市场主导方式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台湾方面由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林进忠、国发会主委江民新代表参与，会中分享台湾的抗疫表现，加进行经济成果。我们台湾呢，还是第3季的一个经济成长，还是维持在3.33。是全球极少数可以维持正经济成长的国家。那我们也很乐意来协助 APEC 的会员体来抗疫哦。林进忠在会中表达咱国支持推动自由开放多边贸易体系的意愿，加说明咱国对 APEC 未来方向主张。江明新强调，资通信科技甲医疗领域是咱国优势，台湾愿意就此在亚太地区做出贡献。台湾寻求国际经贸合作。台美经济环境伙伴对话20多月召开，有计签署备忘录。总统蔡英文呼吁，希望促成台美签署双边贸易协定。We sincerely appreciate your recommend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members of the Congress to encourage negotiating the agreement with Taiwan. As a result, last month, more than 50 U.S. senators, in a letter addressing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Mr. Robert Lighthizer, called for the start of formal negotiation for FTA with Taiwan. 蔡总统17出席台北市美国商会2020年度会员大会，为强化台美经济伙伴关系加油。另外，台湾未当加入 RCEP， 蔡总统伫面册表示，未当像过去同款，将所有技能拢放伫同一篮，爱多方支持，为台湾开拓更较侪机会。台湾总体经济悠缓稳健成长，以此回应在野党的质疑。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关心着咱台湾的经济，由中国主导的 RCEP 正式签署了后，台湾会去互排除在外。行政院副院长施明典伫今日表示，因为中国关系，台湾暂时无法度加入 RCEP， 这也代表着深化台美的经济关系是真重要的。另外，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表示讲，台湾目前正咧积极争取要加入 CPTPP。RCEP 受到中国的干预，台湾暂时无法加入，这也更凸显台湾必须加强跟美国之间的一个经贸关系，如此才能有利于未来加入 CPTPP 跟各国的 FTA。出席活动之时，施明典强调台湾爱强化甲美国的经贸关系，尤其因为中国主导的 RCEP 签署了后，直接影响到国内产业。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证实，台湾目前确实低调交涉，争取加入 CPTPP。未来美国他如果也有意愿重返 CPTPP， 那这个对台湾都是好事情啦。台湾表达有加入 CPTPP 的这个意愿，那日本都在公开的场合说欢迎那能够符合 TPP 的国家都来加入。CPTPP 的前身是 TPP， 是2002年自由贸易协定，长期由美国主导。2017年，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面退出，会员国参详了后，2018年底协定生效。目前会员有日本、澳洲、纽西兰11个，日本为首。是不是日本会以台湾开放美国内地飞游要求开放核实，也就是将钓鱼台议题作为台湾加入 CPTPP 的条件，引起关注。它毕竟是一个比较讲究共识的一个国际经贸上的一个多边区域的机制所以日本的角色当然是非常的关键，但他可能考虑很多他想要考虑的一些因素。有的一些会员，我们当然要一视同仁也要想办法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光靠一个日本其实还不足以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加入。学者分析，目前日本无将核实甲钓鱼台议题甲 CPTPP 靠上关系，后续发展爱国观察。不过学者强调，这个会员国甲中国经贸关系比台湾较密切，也无排除中国因素会加做台湾加入 CPTPP 的重要阻力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有2台美国轰炸机飞入去中国东海的防空识别区，中国也随派出军机飞入去台湾的西南区域，用行动被反制美军。面对着这款的台海局势，前国防部长蔡明宪也公开呼吁总统，就要赶紧召开国防改革会议，也就要恢复征兵制。
美中对立各升温，飞机小报推特17表示，美军2架 B-1B 轰炸机为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飞向中国，经过台湾北部空袭了后，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过程中，2架 KC-135R 加油机，佮提供空中加油支援。国防部证实，该空军佮派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袭。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南第1蓝空域，高度7000公尺，中共袭击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共机频繁会进出我们空域的状况，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联合性竞争的机制。这被解说是经过该空军伫美国政权交替进前，唔通轻举妄动。退伍少将侯水洲认为，强机交代是该空军反制美军倡导。对于日本协助美国的不满，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表达对于我们台湾，等于是亲美仇中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不满。中国最近军事动作真济，亲像10月底伫海南岛西部海空域军演，广东海事局佮发布17到30伫南海演习，上新型075型两栖突击舰可能导致军演。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呼吁蔡总统赶紧开国防改革会议，恢复征兵制，扩大兵权。夺取外岛，尤其是金门、马祖，控制影响台海、南海的。这样的一个空中、海上的交通，在台湾的这些同路人，遂行他的这个缠手的行动。伊表示，我3摆社会和蔡总统拢无结果，台美应该强化军事合作安全机制。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除了征兵政策以外，领导阶层也爱精英化。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宗基表示，面对中国严重军事威胁，台湾上好是参考以色列男女拢用做兵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嘉义有一位34岁查甫民众，伫这个月初时因为规喙拢肿起，去到嘉义基督堡病院治疗，去靠医生甲喙齿挽20起，而且无住院就放病人登去处理休困，想要到第2天伊却昏迷不醒，送到病院急救，第13也是过身啊。这阵死亡意外，敢是挽喙齿所引起的？目前也等咧调查。在手术当天晚出来的时候，才跟我舅舅讲说，总共会拔了20颗。提出规管已经红挽掉的喙齿，死者的表姐是真悲伤。出面控诉讲，是安怎34岁的表小妹，这个月初时去嘉义基督教病院处理旧齿，煞叫医师做一解挽20起了后，过2天就昏迷，送病院了后，伫13陪讲，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肺炎。不过家属质疑讲，死亡的原因甲挽喙齿感染有关系，所以向警方报案。他说，因为 X 光片有显示他18颗是需要处理的。他说，既然要全身麻醉了，那就一次处理。拔那么多颗，不用住院吗？他就说，拔几颗都一样，这是小手术。嘉义基督教病院表示，手术的时阵是专心麻醉，手术了后，甲患者送去开腹室观察2点钟，确认状况无问题了后，才让患者出院登去处理。抽血、X 光，还有心电图都做，这些都是正常。那也跟病患的家属，他的父亲有提到可能会拔到这个将近18颗。面对这个医疗的纠纷，齿科医师工会表示，挽喙齿的空喙细菌较会走入去，建议患者多照时间食医生开的抗生素，嘛要注意身体状况的变化。医生也都会去了解说，他可能一些基本的系统性疾病，更重要的是此刻最近的一些身体状况，可能也是需要告诉医生。像有些人什么最近在感冒啦。或者是他最近可能常常工作压力大。因若这个挽喙齿了后雄雄死亡的案件，检警已经甲法医伫17商业遗体18早起会解剖来查清楚死亡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农业的海棠、秋兴昆虫，伫去年入侵台湾，一寡农作物也就受到因的吞踏。农委会下面的试验所经过1年多研究，总算找到通好对付秋兴昆虫的费洛蒙声掠系统。这个系统会当掠到公鸡，那安尼保的就较袂生卵啊。用塑胶杆改良的声通器，下骹放成荷尔蒙做字，只要放伫有秋兴昆虫入侵的田里，公的虫就会被声甲飞入来。飞起咧上顶悬层，就无法度逃走。这是农委会药毒所上新研发的秋兴昆虫性荷尔蒙诱杀系统，要用这种上俗、更有效率的方式来防治这种虫害。在野外的雌虫，它能够成功交尾的几率就会降低。
生下的蛋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达到我们把害虫降到一个低密度的一个情形。对。目前国内秋兴菌虫防治也伫第二阶段，农民发现幼虫必须强制施药，由政府补助药剂。农民表示，防治需要喷3摆至4摆药啊，虽然讲有补助，但是也是要负担喷药的工钱，提高生产成本，所以也毋望成荷尔蒙友善，一旦减少扩散的速度，对环境更加优先。按你喷药的话，每户农民来讲，它的利润是下滑的。我个人觉得是好事啊，因为你农药的话，你变成一定要有人去喷嘛，那你农药加减会污染环境嘛，可是你至少生物防治都可以避开这些问题。但是什么时阵会进入由农民自主管理的第3阶段防治？防检局表示，要确认农民拢熟悉秋兴菌虫，防治的方法也拢爱准备到位，才会宣布。目前也搁伫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台中捷运试营运头一天就7万人次去体检，不过暗时虽有人伫咧网络顶头乱讲假消息，讲啥物台中捷运并车，警方也随甲乱放消息的民众抓起来治罪。另外，今早起有一位89岁阿公去互台中捷运的柜台电动门夹着手，捷运公司表示讲会检讨也延长关门时间。台中捷运上路头一天，民众伫方面去结束进前最后几秒，因为无度知影闸门什么时阵关，差一点啊夹着。这个乘客反应竟无夹着，暗过17早起10点，中捷高铁台中站一个89岁姓刘的老阿伯落车未赴，倒手骨互大门夹着，好甲在只是轻伤。台中捷运表示，除了检讨夹伤人的事件，也会将运量悬的高铁台中站、市政府站、北屯总站、天客甲闸门开关的时间拢延长。摄影机的画面看出它是有碰撞，手臂是有碰撞到车门跟月台门的状况。今天算是一个最基础的设定值，事发之后我们马上调整60秒的一个靠站时间。台中捷运上路头一天暗时，就有人伫网络顶打请注意文心北屯捷运路线并且的假消息，马上引起关心。警方随后伫17个环境12点，伫网络咖啡厅找到这个散布假消息的民众。该名民众留言以涉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散布谣言影响公共安宁者。警方将依法就办。这是台中捷运上路了后头一个捷运谣言，警方唔敢大意。询问了后，依照社违法移送地检署。民众是表示假消息未影响到因坐车的意愿。我会担心一下，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啊，因为都测试这么久了。台中市政府统计，台中捷运头一天试坐总运量是7万人。中捷董事长表示，主要是体验试坐的人较侪。编号声也是每礼拜这个运量，希望会当维持伫5万人左右。昨天搭乘的人次74000多，那周间的时间应该我的判断大概是5万左右，应该是一个它正常的一个运量。进出比较频繁的车站，我们会用手控增加5秒到10秒的这个开关的时间。台中捷运预测，这个礼拜六会面临头一遍运量新高峰，会做压力测试，也甲检讨改进的重点。捷运行驶到转弯的所在有无正常声音这问题，我会请工程单位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根据着美国媒体报道讲，美国总统川本地进前是要下令派军队去攻击伊朗的核能设施，是各路为的无了解劝解，才无坚持要攻打伊朗。另外，美国总统大选选了后，川普是无胜利失败，行政工作也无法度交接。拜登表示讲，面对着疫情，恐惊会死搁较侪人。美国总统交接的路是真无平静，现任的总统川普拒绝认输，继续拍选举的官司，政权移交嘛暂时卡掉咧。这个时阵，佫传出川普顶礼拜捌考虑要攻击伊朗。也让《纽约时报》甲路透社引用官员的消息报道，川普12伫咧白宫甲国安高阶的官员开会的时阵，问讲敢会当伫咧未来几个礼拜下令攻击伊朗核子设施。不过在场的幕僚包括副总统潘斯、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里，拢口劝伊唔通安尼做，而且无阁讲。会安尼考虑是因为国际原能总署10日通报，伊朗上大浓缩铀的基地，纳坦兹的核原料大幅度增加，佫一个违反核协议。针对媒体报道这个消息，白宫是拒绝评论。另外，美联社嘛引用官员的消息报道，川普想要伫明年1月15进前，也就是卸任进前，为伊拉克甲阿富汗退回佫较侪美军。也若共党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莫知影这个消息了后，是批评讲，安尼敢若会互遐个恐怖分子欢喜尔。A rapid withdrawal
of U.S. forces from Afghanistan now would hurt our allies and delight the people who wish us harm. Violence affecting Afghans is still rampant. The Taliban is not abiding by the conditions of the so-called peace deal. 面对川普政府拒绝交接，民主党籍的总统当选人拜登16表示，若搁安尼继续落去，恐惊有更较侪民众因为疫情来死亡。More people may die if we don't coordinate. Look, as my chief of staff Ron Klain would say, who handled Ebola, a vaccine is important. It's of little use until you're vaccinated. So how do we get the vaccine? How do we get over 300 million Americans vaccinated? What's the game plan? It's a huge, huge, huge undertaking. 除了各方疫苗拼经济，拜登讲要投资3000亿的美金，提升美国上较有竞争力的新兴，也有科技产业，讲会创造300万的薪水袂歹的工作机会，而且甲联邦上加1点钟的薪水，为目前7.25块的美金，拍拼调悬到15块的美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国有真侪人会过感恩节，不过受到疫情影响，真侪人却拢是遥期失当。地区慈善机构今年爱发放的感恩节料理包爱变搁较侪。根据着纽约市食食银行的统计，今年恐惊有200万人是过着有一顿无一顿的日子。分装好的食食放伫停车场，边仔志工是无用咧包装。美国感恩节就要到啊，洛杉矶的慈善机构发3600份的感恩节食食包。Happy Thanksgiving！ 为着避免无必要的群聚感染，机构是用免倒车的方式来发。民众若驶车去停车场，志工就会倒甲食食放伫车厢内底。要若数量较侪，就会出动校车来支援，由志工统一送去学校、教堂，抑个有社区。They do it every year, but this is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significant because some people can't afford or can't have food on their table every day. I'm going to send you to the last table. 慈善机构伫户外大布棚来领食食包的民众，拢有挂喙罨，而且排队拢有保持社交距离，照领着的号码牌来换感恩节的食食包。食食包内底除了有火鸡肉，抑个有罐头甲菜色。As we know, the rates of COVID are rising in the city, and so the need is increasing along with that. And so we're committed at Food Bank for New York City to ensure tha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that all-American holiday of Thanksgiving. 今年来领的人数比往年还佫较侪。根据纽约市务银行机构的统计，纽约市一年平均有150万人3顿食袂饱。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差不多200万的纽约民众，恐惊要食一顿仔饭，甲要生活拢有困难。You don't think yourself of getting on the line. You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lose your job? Things happen. 目前已经发出去500只的火鸡，食务银行甲当地超市合作，伫咧未来2礼拜内，还佫会发2000只。虽然因为疫情，互今年的感恩节特别歹过，加在有慈善机构寒冬送温暖，陪伴大家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欧洲的疫情，真是又搁摊开咯。互因政策本地禁令的瑞典，真也开始限制民众袂当聚会，也袂当参加大型的组织，甚至伫瑞士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也逼出65个人确诊。不过总部确实无被承认。根据美联社出的世卫组织运作主管13发布员工的内部电子邮件，日内华总部顶礼拜有5名员工确诊新冠病毒。其中4个人属于同一个团队，另外1个人捌甲因接触。虽然批中无指明已经符合同一个场所2个人确诊的群聚感染定义。We do have some cases in the last week that are linked together. We don't know if they're an actual cluster. And so we do have cases that are linked within a team, but there are possible ways in which they were infected outside of the premises. So we're still doing the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with that. 疫情爆发以来，北欧国家瑞典一直行家己的路，坚持较严的防疫。因为疫情恶化，则让政策大转变。Det kommer att föreslås att från och med den 24 november så får maximalt 8 personer delta på en allmän sammankomst och offentlig tillställning. Maximalt 8. 瑞典总理勒文表示，即马聚会上限减缩到8人。是以前所无的措施，会相当程度减负生活，也毋过绝对必要。
伊呼吁国民唔通去健身房、图书馆，唔通自餐自会，将活动拢取消。餐厅、酒吧会当继续营业，每道上侪8人。10点以后禁止卖酒精饮料。商店、学校拢维持开放。相关限制有计进行4礼拜，不过也可能延长到耶诞新年假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行政院发言人的风波，到当时拢无失败。国民党团当时第10摆占领立法院的质询台，无爱互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苏贞昌也讲，国民党就要停止这款行为，立法院袂当拢无伫咧做代志。虽然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因为牛肉面事件的风波来请辞，也是无法度互在野党平静落来。17立法院议会议场内底，国民党持续用蔡英文等5个人人形的扛棒来占领质询台，连续第10届阻挡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苏贞昌道歉，苏贞昌道歉。过去9次没有办法上台，那人民也没有办法知道政府在为你做什么，这样很可惜。拜托。国民党的立委停止悲歌。国民党党团召开记者会，批评行政院加做假新闻的制作中心，因为根据预算法的规定，政府的文宣都要明确公开机关的名称。因指控行政院的编辑做100多张的图拢无标示，立委就阁提出刑事告发状，要告苏贞昌违反食安法46条之一，散布谣言。我们已经告发。我当检举人，我自己就当检举人。丁怡铭，你要保他可以道歉4次，苏贞昌道歉4次，为了丁怡铭。那你为全国老百姓说你仓促进口莱猪，1月1号进口莱猪有沟通吗？没有。国会有沟通吗？没有。民众党党团早起嘛抓行政院做的图，去监察院检举行政院发言人是违反行政中立。应该要公布这3个月来到底做了哪一些的图卡。做了哪一些特定人士的一个言论上面的不实的内容？做文宣哦，讲真的有赚有赔啊。发言人保证一定有风险啊。这是政治风波，大概对他们来说可能不属于谣言的散布的性质。针对丁一鸣请辞了后的风波，苏贞昌强调讲，若有唔对，就要认错，其他伊就无愿意去讲啥。因为民进党立委是认为讲，这已经炭烧做政治的风波，无应该因为孤一个事件，外甲人民来沟通政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政党时代力量的党主席，最近是换骨了下。今仔日立委陈椒华也宣布就职，成做时代力量新的党主席，伊也答应证人会甲任期做服满。时代力量前主席高玉婷顶日宣布请辞，时代力量决策会议推选立委陈椒华来接任党主席，17正式就职。陈椒华长期伫咧环保运动底拍拼，即届接党主席的职务，会继续以10项核心议题来做工作重点。陈椒华嘛引用前主席黄国昌的名言来自我辩题。我认为时代力量还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仍然非常重视这些承诺，所以让我再说一次。无论是在台湾的哪个角落，哪里有不公不义，哪里就应该有时代力量。陈椒华讲到，时代力量应该开始准备2022年的地方选举。伊认为讲侵入地方是时代力量袂当闪避的课题。伊嘛甲各县市的地方议员，还有立委区选地王婉如来请教，结合地方党部甲立法院党团的力量，退出落来选举开始做初步的准备。要持续的努力让社会知道时代力量改革的这个决心那真的非常感谢这个陈椒华委员我们就是说一定会全力的来协助过去有一些大家在这些风风雨雨当中有一些担心，但我想不论如何，我们会继续用行动来证明，让大家看见我们的方向，让大家看见我们的努力，有愿意的一起来跟时代力量一起来并肩作战。这届主席任期到明年2月底，陈椒华表示会做好。时代力量嘛公布新的人事，由白庆芬担任新任秘书长，另外有包括新德县议员、桃园市议员等5个副秘书长。其他关于党部改革的项目，陈椒华嘛阁召开记者会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明年正月，内政部特别试办换新的数位身份证，却因为治安的记录无解决，立法院伫昨就甲经费8亿外经费冻4亿落来，这起着真济民进党的立委甲学者表态，若阵也无法律通好规范进程，换身份证的计划就要先来暂停。
内政部按算每年换所谓身份证，但是各界有员对资讯的安全有所疑问。内政委员会伫10日审查预算的时阵，调野立委协商，甲所谓身份证换这计划原本编的8亿6千外万的预算，甲10亿当加开，必须要等到内政部专案报告才会当动用。内政部长齐国勇强调，为了向所谓各界方向行，按算明年1月开始试办换所谓身份证。这个专案报告当然没有问题啦，我一定要做。明年1月就会开始来做相关的这些来试办啦。但是也是有真侪民进党立委对所谓身份证有真侪疑问，烦恼会变成中国渗透台湾的当芳。立委范云阁提出行政院资通安全处的统计资料显示，最近3年总共发生1700多件针对政府机关的治安事件，攻击主要拢来自中国。呼吁换身份证的计划必须要较慢的。那我们的数位的那个首长唐凤政委也一再强调，就是说应该要先设立个资保护的专责机构哦。所以针对内政部预计明年7月要启动全面换发的作业，那我们呼吁暂缓上路啊。立委刘世芳建议，摩的卡应该要等到未来所谓发展部成立，也有全面的法治保障到位了后，才来执行所谓身份证。学者是指出，所谓国家甲所谓身份证是两件代志。非常令人不解的就是，号称这个就是保卫人权，那个反对中共数位集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蔡政府，为什么会发行具有这种监控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数位身份证？为了捍卫台湾人民的治安，学者甲民间团体也有真侪的立委强烈诉求，必须要先建立专章，也有独立专职的个资保护机构，让全面的个资会当受到完整的保障，卖互所谓身份证变成资讯安全的当芳。记者郭灿特别台北报道。有糖尿病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阁有糖尿病药啊受到会引起癌症的亚硝基底甲胺的影响，就是新瑞生物科技所生产的2种糖尿病药啊，这2种也拢爱全部回收。那食药署在这边呼吁，有使用这个相关药品的民众不要擅自的停药，因为这个美丰命药品是目前国际间对于治疗第2型糖尿病的第一线用药，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照医师的处方来持续用药。目前的评估是，持续用药的利益会大于停药的风险。爱回收的这2种糖尿病药啊，就是新瑞生物科技所生产的米血病500毫克甲850毫克这2种。食药署表示讲，这2种药啊，拢总有129批爱回收，也有1800万粒。患者若准食药啊问题，会当找医生来讨论食药的问题。伫咧台中市关主街有一栋5层楼高的商业大楼，2年前就捌去互民众检举讲，伫咧厝尾顶搁起2层的违章建筑，甚至是改做16间的套房说服别人。台中市都法局伫今下晡派人去看，认定是违法的。若准是要拆，可能要看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来做安排。AA 走道控诉零物品为外观来看，6楼甲7楼拢总计16间，已经被检举是违建，也毋过厝头家也是照常出租，请工来装饰帮忙。我以前问啊，我后面扣定是扣的都有啊。确定是16间。安全非常的危险。好像单一出口吧。台中市关主街这栋5楼高的商业大楼，厝龄30年，顶楼被加起2层。17下昼，台中市都法局派员稽查，证实6、7楼拢是违建。我们目前看到违建的部分有哪些地方？这是6、7楼。也毋过住伫违建套房的住户却毋知影厝头家是违法违建出租。这已经好几十年了，你说违建的话，那个已经很久的事情。如果说这样违建的话，整栋的拢违建。台中市都法局指出，全市有9万多件违建代拆，一年会当拆外1000件，当年有算1000万。这栋大楼伫107年已经被检举到打无拆，主要是当时认定，并毋是违建败拆的急件。107年6月份就查报寄存违建有案，那由外观判断没办法判断里面到底在这个违建在做什么使用，在做出租套房使用，又垂直增建2层，拆除能力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暂时就会依照建筑法86条去跟他先做一个封闭使用。
都法局表示，违建无出租的行为已经违反建筑法25条，未当擅自建造。依照台中市违章建筑执行原则，只要处定违建超过3个单元，也是加起第2站，会当先下令停止使用。若讲处置无改善，会优先摆脱。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有抓到一个诈骗集团，因专门利用通讯软体 Instagram 向民众来投资，把资金骗来了后，说是1500件拢无行。目前有42个人受害，警方也怀疑讲有更较侪人去互怪去，金额恐惊有上亿遐济。疫情期间，不少人刚遭受影响，佮加上最近投资一条，想要靠投资探瓜收入，都爱细致，才袂落入诈骗陷阱。刑事局接到民众报案，有不法分子以社群软体来问是否有意愿投资外汇，破获赛事，也佮以卫视讲保证获利稳赚无赔，引诱到诈骗集团成立的克莱夫兰投资网站，都开始有钱之外，后续就更找本金断联络。使用通讯软体 Instagram 的时候，那遇到以诈骗集团成员，他以昵称依晨的代号来加以搭讪聊天。询问他有没有投资的意愿包括 LINE 或者微信部分有碰到以投资标的的活动的部分，而且标榜高投报率的部分请民众要特别小心，提高警觉。警方为7月到11月修正追查，涉国主嫌犯罪集团伫大同区有3个电信诈欺机房，每一个机房一个月诈骗500万。目前清查受害者有42人，诈骗金额有1200万。不过警方研判，还有更加侪受害者，恐惊有上亿。涉国主嫌甲21名共犯已经被以涉嫌组织犯罪甲加重诈欺罪名移送，搁被法院裁定羁押。1对1的讯息的管道的确是容易让人卸下心防，也特别是关于可能涉及到实体世界的财产的转移等等这些决策，多做一些验证。学者指出，社群软体开加做诈骗的空帮，通讯软体一对一的接触过程，缺少实体世界的防范机制，呼吁民众做好查证，才袂将钱投入了本。也呼吁通讯软体应该对金流信息做验证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日前要甲家有的行李集中管理，有甲铁路局协商了后，最近伫台北车头南门限2个所在要互家有放行李。不过有真侪家友反映讲，放的所在无够仔细，本的地也无够底，希望政府会当了解因的心声，了解因的需求。伫台北车头往南门的墙围仔边，也会使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这拢是一寡踮伫车头附近无厝通转的人所放的。本地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甲台铁局协商了后，有设2位大布棚仔的区域，互因来放行李，搁请保全来看过，希望集中来管理。不过，所出现了一寡无同的意见。伊甲你讲保全的24小时，你保全24小时，你要倒找保全的，伊有当时啊像即摆嘛无伫遮。说现在目前在这个设施上面用露天的置物空间，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的家当它其实是需要保持干燥。有家友认为也无够利便，除了伫特定的时间才通领取，放生活用品的卡棒嘛无够大。有家友阁顺势甲摕到的卡棒来展开，将原本家己放伫塑胶箱仔的棉被、衫裤等等挤入去内底，也无入了就无空间啊。你如果说全部把它挤在一个袋子里面，那比如说我要拿的东西，如果在袋子最底下呢，我是不是还要全部倒出来一次呢？是在大家的一个协调共识就是以1人1袋的方式来协助街友收纳行李。置物区专区这个部分，我们会滚动式的修正。针对家友的意见，社会局社工科长陈怡如是表示，这卡乌实的卡棒市府已经改了几落摆，近期嘛有请到市府人员对家友来做意见的调查，其中的区域嘛做了真侪防雨甲防弹的措施。即马有配合放伫遮的家友有6成左右，若是有其他需要改进的所在，嘛会随时做检讨，希望台北车头的公共空间会当豆豆啊来改善。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咧高雄大寮的水营庄仔工厂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啊。不过最近去互法院判决讲，着爱拆除兴土地。好卡在当地文史专家拼性命抢救之下，文化局也已经公告做历史建筑，也通好互全台湾上界大的目仔窑通好保存落来。
红砖所做的砖仔窑，一组一组窑坑，这是伫高雄大寮的水营木仔窑，民国34年兴建，是当时主要的红砖仔工厂，也见证着砖窑业的起落。后来是因为水泥的使用，使得烧砖仔产业渐渐失落。烧出来都用木炭嘛，烧出来的都有往烟囱沙口。外省的衫裤拢全落烟摕来要互因洗。水营砖仔窑是全台湾真罕见的木仔窑，本体面积是673平方公尺，土地面积有2000平方公尺，18窑坑全国上济以外，国家一般无讲，毋是红木头烟筒，用真罕见的砖仔所汰四角形的烟筒，这种的真久的历史建筑，伫民国107年捌面临拆除的命运。因为高雄市政府当时启动中卫区开发案，土地所权人国有财产署对李氏家族提起拆除刑地诉讼，后来在当地的爱家园协会赶紧甲申请登录为历史建筑。这个瑞隆砖窑厂，它本身是一个灯窑的形制，可能是目前高雄仅存的。这种灯窑的形式，所以因此在送到文治大会进行审议的时候，那大会最终决定登录为历史建筑。到时候可能会去成立一个叫做砖窑的文物馆，然后去介绍这个大寮的砖窑的一个文化发展。水营木仔寮今年10月正式公告是历史建筑，高雄市文化局表示，未来会阁提出修复再利用计划。听候通过了后，再来进行历史也甲工法的研究调查，来争取经费修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乐教育长时行，台南山上区甲山上国小合作举办种番薯、种土豆的体验活动。未来番薯若准收成，公所也举办控药活动，种人也真期待日后的大丰收。人咧讲，无落种就无收成。看大人囡仔煮心状番薯丁插入去土里，期待丰收的迄一日。山上区公所和山上国小特别合作，举办种番薯和土豆的体验活动。互大人囡仔同齐来种植，知影做事人的辛苦。什么样技巧？你说一下。就是要种的那个土，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多找一些，不管活动啊，或者是什么。平一点吗？番薯真正出现伫台湾人的饭桌顶。过去手面趁食的艰苦人，因为白米有较贵，就用番薯签来糜。无鱼无肉，上无也有番薯叶做菜价。那社会咧改变，番薯颠倒成做现代人的营养食品。区公所办这个活动，也是想要推广食农教育，互参加的囡仔大细更加了解家己所食的物件。透过今天的活动呢，种植地瓜之后呢，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们都可以参与。从成长的照顾，然后到收成我们都希望学生一直都来做参与。公所也表示，未来若收成，通办控土窑，互大家欢喜食亲手种的作物。有一句台湾话讲，番薯毋惊落土烂，只求基叶代代传。大人囡仔咧种番薯的过程，就亲像这句话所讲的，毋惊环境艰难来打拼，就通做好每一件代志，对家己的人生展现负责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的大桥头，最近伫搬一出戏，而且演员就徛伫民众的身躯边，徛伫街头巷尾伫咧演出。那看戏配合着手机 App， 就通好对着剧情登到1988年的大桥头。天空挂咧，手机 App 点开，照顶面的指示行，无意外，演员出现咧身躯边。由在地团体、剧团、加到媒体公司三个单位共同发起编写计划，透过访问社区老大人，将1988年当时的地点文化、街头势力、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故事，用实景剧场的方式呈现。透过跟社区的一些老人家、朋友们做了一些访谈，对这地方的历史也做了一些了解，然后慢慢由导演和剧团的伙伴们共同一起。酝酿出了这样一出街区剧场。经历改严、开放、两岸探亲、蒋经国过身等等的大事件，台湾社会出现天大变化。剧团以这个时代做背景，把大桥头当作演出的舞台，和民众体验不同的剧场表演。观众
有时候一开始会不知道这是不是演员啊，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角色啊，然后看了好几次，怎么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他就会开始认说，他是不是那个谁啊？变成街道警官的一部分，让他们可以用想象去参与在这个其中。对，因为我不是个很喜欢念历史的人，可是我对于如果能够把它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呈现，让我能够去认识那个时候的一些模样，其实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体验。用实景剧场的概念，佮加入科技 App 的应用，将观众、演员甲城市成做趣味的连接。透过手机的声音指示，在故事中的主角行伫大桥头的街仔路，理解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团队嘛望透过新款的街头剧场体验，和民众定个认捌这座城市。记者林秀凯、杨淑晴台北报道。伫咧云林古区有一位88岁建筑大师，号做曾新利，伊甲恒春古城、台南赤坎楼等等的所在，做一间细间的模型，希望透过模型，甲即寡历史建筑的风格完全保存落来。恒春古城、赤坎楼、日本迪士尼乐园，一栋一栋摆伫咧岛顶，看起来新达达，就亲像因当初拄起好的模样。这挂模型是今年已经88岁曾新利老先生10多年来的作品。少年的时做建筑工程的曾新利，对建筑物有特殊的感情。退休了后，世界旅游，不过却发现讲有真侪珍贵的古迹，因为风力口日地拍渐渐袂堪折，甚至因为现代建设，一栋一栋去互拆掉，心内就出现讲，若是无保存落来，后代就看袂到啊的想法。会决定用模型的方式，把这寡早期的建筑保存落来。去到恒春遐看到迄古城，去遐顶迄两个古城，我看到迄，讲哦，这只古楼哦，这若无甲做模型起来，将来若拆掉无使。因为本身就是做建筑的，手路甲品质拢受到当地居民的肯定。因为年岁大，转做去细间的模型厝。金足甲看，伊的作品当中，连厝遐梁条拢刻甲真有路，亲像是这栋斗六早期出名的西洋建筑汉碧楼，其实伫1988年的时阵就已经拆掉啊。不过因为有曾新利的模型，互即卖囡仔也会当看到当初时的模样。有听斗六的人咧讲，这间汉碧楼就要拆掉啦。我是讲，这遮水的物件，这无来甲做迄个做模型。起来将来袂当看，尾再甲周围拢照3楼去翕倒落来。古建筑会旧会后，虽然模型无法度完全保存建筑本身的规模，但是伊毋望透过模型，甲珍贵的历史建物，也是迄当时的建筑风格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时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赶的时间，咱再会。